作為僱主，你可以如何透過積金易平台為臨時僱員登記參加行業計劃？積金易平台讓已經參加咗行業計劃嘅僱主，透過積金易為新臨時僱員登記參加行業計劃。登入積金易網上平台後，喺主頁選單，點擊管理僱員，點選加入新僱員，點擊開始登記前，請仔細閱讀指示，並提前準備好相關僱員資料，包括僱員身份證明號碼、姓名及手提電話號碼。下一步，選擇行業計劃臨時僱員。選擇行業計劃。如果你公司參加多過一個計劃，你亦可以同時選擇多個計劃，俾僱員自行選擇。然後你可以選擇透過批量上載功能上載僱員資料，或者個別填寫，為個別僱員登記參加計劃。如果你選擇批量上載功能，請細閱批量上載指引，並點擊下載，以下載批量上載範本。填妥表格後，點擊瀏覽，或使用拖放功能選擇已填妥嘅範本，然後點擊下一步，上載僱員資料，核對及確認資料，點擊提交，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。系統需要時間處理你上載嘅檔案，當檔案備妥後，你將會喺積金易收到相關通知。如果你選擇個別填寫功能，輸入臨時嘅僱員資料，你可以點擊新增另一位僱員，以同時為更多僱員登記。系統會檢查個臨時僱員係唔係已經登記參加咗呢個計劃。如果該臨時僱員尚未登記參加此計劃，請逐一為每位僱員輸入剩餘嘅個人資料，包括手機號碼、電郵地址及部門編號，然後點擊下一步，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，並點擊提交，細閱條款及細則，點擊接受，你就可以成功提交僱員登記參加計劃申請。相應僱員將會喺積金易嘅待辦事項中收到通知，以完成僱員部分嘅登記程序。如果相關僱員尚未註冊積金易，佢哋會收到電郵或者短信通知，以註冊積金易及完成登記。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。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？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.empf.org.hk 了解更多。